侪人来来去去的台北车站开工头一天大厅都有影，真侪民众等要注疫苗。自今仔日开始到初9，台北市2个中型的注射站各一摆开放注文，包括台北捷运和士林的义信雷同。初9到11号是捷运上山站的注射站。最近本土疫情搁开始拖，民众嘛早就拢做好准备。是刚好过年后时间到，可以打第3剂就过来。没有只是觉得时辰到了就照着打，没有特别担心或怎么样。就算无注文，嘛会当伫现场挂号。下晡嘛开放随到随注，因为开工了后就要开学。台北市嘛加开 BNT 疫苗对加剂，要由12到18岁青少年，各有各小遗骸教职员。一透早学生家长，各有教职员拢伫怀新各中雷同的疫苗注射站。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嘛到场视察。毕竟在学校里面，小学生跟幼儿园的学生到目前是没有打疫苗的。所以我们觉得说，老师的部分希望能够打满追加剂第3剂。高雄市本土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开工头一天，卫生局嘛伫高雄展览馆的蓝馆开放注疫苗，南北城市拢要甲疫苗注射率冲悬，希望开工了后，各有开学拢会使减少为着病毒的人数，早一日甲本土疫情控制掉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